時間係食物嘅摯友，時間亦都係食物嘅死敵。為咗保存食物，我哋雖然已經擁有咗各種各樣高科技嘅保鮮方法，但係醃臘、風乾、糟聚、煙燻等等唔同嘅古老方法，喺保鮮之餘，亦曾經意外咁樣令我哋獲得到同新鮮食品截然不同，有時甚至更加醇厚鮮美嘅味道。時至今日，呢啲被時間二次製造出嚟嘅食物，依然影響住中國人嘅日常飲食，並且蘊藏中華民族對於滋味同埋世道人心嘅某種特殊感觸。秋日嘅清晨，古老嘅呼蘭河水流過咗原野，佢發源於小興安嶺，蜿蜒曲折咁樣注入咗松花江。呢一條古老嘅河流，千百年嚟滋潤住松嫩平原東部呢一片廣袤嘅地帶，養育住呢一度嘅居民。9月，兩岸肥沃嘅黑土孕育出中國最優質嘅稻米。喺金色嘅稻米豐收之後，呢度好快又會被冰雪咁覆蓋啦，成為一片寸草不生嘅白色海洋。喺漫長嘅冬季裏邊，當地人習慣儲存大白菜嚟過冬。而家喺冬季，雖然要得到新鮮嘅蔬菜一啲都唔困難，但係呢一種風味獨特醃製泡菜嘅方式，早已經成為本地人難以割捨，甚至走向全球化嘅風味美食。金順基而家生活喺北京，對佢嚟講，故鄉就係呢一種令到佢魂牽夢縈嘅泡菜味道。今年之前，我差不多有2、3年沒有回老家了，忽閃忽閃的感覺，就像家鄉在歡迎你的那種感覺。那時候就心情特別好，然後感覺也特別美。金順基嘅父母喺呢度一齊生活已經40幾年啦。今日媽媽會將菜園裏邊嘅收穫晾曬同埋醃製之後，寄俾喺城市裏邊生活嘅仔女。고추 잘 익었다 엄마. 너랑 고추 됐냐? 이게?菜園裏面白菜係媽媽每年7月頭種落嘅，選用嘅白菜都係深緊醃煉嘅品種，呢啲亦都係製造辣白菜最上等嘅食材。今日阿女第一次跟媽咪學做泡菜。이렇게 놓고 가지고 하긴 나쁘잖아. 이렇게 대가리를 짜게 놓고. 대가리 이렇게? 까들었어요. 한번 해고 이렇게? 맞아? 이렇게 더 가내야지. 지금요? 切好嘅白菜用鹽水去醃漬出多餘嘅水分。
由於年年咁樣去壓泡菜，石頭已經變得無比咁光滑啦。做泡菜係全村人喺入冬之前第一件大事，一早各種準備功夫就陸續開始啦。塗抹醃料係做辣白菜最重要嘅步驟，醃料包括咗辣椒、蘋果、白梨、魚露同埋蝦仁等等。醃料嘅口味各家都唔同，但係只有即磨嘅乾辣椒粉就一定係大家都會有啦。朝鮮族遇到喜慶嘅日子，必然會食打糕。將糯米蒸熟，用木錘反覆咁樣去打，直至又黏又軟。香甜軟糯嘅打糕，配合清新爽口嘅辣白菜，就成為咗最完美嘅組合。左鄰右里嘅婦女們都好有默契，輪流咁樣去幫助每一個家庭去製造泡菜。院裏面散發出一種鮮辣嘅味道。村裏面家家戶戶都有自己嘅菜窖。半個月之後，經過乳酸慢慢發酵嘅每一顆成熟嘅新鮮白菜，將會變成合格嘅泡菜。我去西藏啊，還去韓國什麼的，很多地方都有這個花。偶爾會看得到的時候，我就覺得特別好，然後覺得很懷念那種小時候的那種的記憶。品嘗新鮮味道嘅願望係永恆嘅，但係時間耐咗，食慣咗呢一種被醃製出嚟嘅滋味，或者就會變得比新鮮仲更加要誘人。歲月越久，味道就越濃。泡菜將會係今晚晚飯嘅主角。朝鮮族嘅泡菜品種繁多，而且即使隨便係一個品種，亦都可以呈現出唔同嘅味道。涼食嘅時候係清爽，加熱咗之後係鮮香。而每一個家庭主婦都會認為自己嘅手藝係最好嘅。他們就是好像自己找個理由，大家一起來去做一些事情，然後就晚上會在一起吃飯、跳舞、唱歌。當金順基嘅父母喺呼蘭河畔忙住醃製各種蔬菜嘅同時，喺4000公里之外嘅南國，每當秋風初起，呢度嘅人就會被呢一種時間嘅味道所吸引。南方嘅天氣同水土都同北方大不相同，因此南方人儲存食物嘅方法以及佢哋迷戀嘅滋味，亦都同北方迥然相異。臘味係南方人喺入冬之後傳統嘅必備美食。製造臘味嘅原意係為咗讓一啲容易腐壞嘅新鮮肉類喺南方嘅濕熱天氣裏邊儲存得更耐。如今臘味既能夠成為家常小菜，亦都能登大雅之堂。煲仔飯係臘味最經典嘅食法之一。煮煲仔飯係一項複雜而辛苦嘅工作，
廚師必須嚴格掌握火候，先至可以做出恰到好處嘅煲仔飯。正宗嘅煲仔飯最好係用收穫後3至9個月嘅半新米，仲必須用瓦煲嚟做盛器。生米煮，猛火燒，煲熟之後再轉到炭爐上慢慢焗，讓藏喺臘味裏邊嘅肉汁完全滲入米飯。溫暖香濃嘅煲仔飯一直係最適合冬天嘅美食。阿添同屋企人一齊經營自己嘅臘味店，每日朝頭早佢都係店裏邊最忙嘅人。做呢一份工作，佢已經有咗10年嘅經驗。和興臘味店有60年嘅歷史。今日阿添同佢爸爸大伯一齊打理店裏邊嘅一切。南安臘鴨係老一輩香港人幾乎都會垂涎嘅美味，肥潤甘香，骨脆肉嫩，係製作麗湖臘鴨煲嘅上好食材。每到秋冬，阿添嘅臘味店簡直就係一座臘味大觀園。而喺呢度最出名嘅係要數店裏邊自製嘅臘腸。為咗控制品質，老店嘅工場一直設喺店鋪嘅附近。喺工場裏面，製作臘腸依然用傳統嘅全手工製作。做臘腸嘅腸衣要存放1年先至可以使用。換成臘腸之後，仲要用釘把篤破腸衣，逼走多餘嘅空氣。用水草同麻繩將灌好嘅腸分小段分紮。只有經驗豐富嘅老工人，先至可以將呢一道工藝做得整齊美觀。從前，臘腸製成之後都要放喺太陽下曬乾，然後儲藏。而家因為天氣比以往潮濕，臘腸難以自然乾透，所以幾乎全部都要喺工場裏烘焙製作。1個星期之後，迷人嘅鹹香之味就會彌漫着整個工場。咁就其實因為香港係太多好多嘅各個國家嘅食物都會可以喺香港度食到，但係佢哋都會有份情意結，就係臘味係其實工場嘅師傅或者其他嘅同事都會係好繁忙㗎嘛。夏天最尾嗰段時間都係屬於熱嘅天氣嚟嘅，咁變咗仲會更加係會辛苦啲咯。好多而家嘅年青人咁樣啦，都唔係話太中意做啲好辛苦嘅工作，花多啲心機去認識下你自己做嘅嘢。你有冇花心機去認識你自己做嘅嘢呢？有冇去嘗試去花多啲嘅心力去做嘢裏邊獲得更大嘅成功感？我阿爺到我大伯同我爸爸都有份經歷嘅一個行業，咁亦都令我更加會係有動力去繼續做落去。中國嘅味覺史就咁樣喺臘味中延續。喺在遠離香港鬧市嘅內地山區裏邊，你可以領略到更加古老、更為原始嘅味道。湘西位於中國東西嘅交匯處。呢一度山川險峻，交通閉塞。
我們苗家的飲食是傳女不傳男的，我這一整套飲食的話，全部都是我媽媽傳給我的。龍毅喺呢個偏僻嘅山村出世，好細個就想走出呢個大山。農曆8月，稻田裏邊嘅禾花開咗啦，又到咗苗族人製造醃魚嘅傳統季節。龍毅嘅哥哥正喺度製呢個醃筒。就是做醃魚的話呢，它必須要選荷花魚以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它就是什麼呢？必須要有一個非常好的筒子。醃筒嘅主材料係質地堅硬嘅杉木，製作非常講究，必須選用竹篾箍緊，以防食鹽嘅腐蝕。禾花魚就係農民喺稻田裏邊放養嘅鯉魚，因為喜歡食飄落嘅水面嘅禾花而得名。那個時候是最舒服的，不管男孩子女孩子都喜歡。我記得我小時候很快樂的事，就是我媽媽每年呐，就是有這個荷花魚的時候，我媽媽每年都要做蒸魚吃，熱氣騰騰的，一人一條，就拿着這麼咬。製作醃魚，首先要將糯米去炒熟。呢個係唔可以缺少嘅調味料之一。新鮮的上好的這紅辣椒，就剛從地裡面摘的。黑生薑，因為生薑它去腥。還有山賴。木薑子是必須要的，木薑子一般都是到山上採的。還有就是鹽。把这切进那个。我們苗家叫荷花魚，然後呢荷花呢它含糖，營養成分也很好，然後的話那個魚就長得很快，而且它的肉質啊特別的鮮美，吃起來很甜。將魚一層一層咁樣壓緊，再壓上重石，1個月之後就可以開桶食用。而家每次重返山寨，對龍毅嚟講都係一次心靈嘅回歸。我們都是最喜歡坐摩托車，因為坐摩托車相對我們以前沒有公路的時候來說啊，那是特別好的享受了。讀書的時候啊，雖然讀得很苦，但是自己呢知道很努力，一定要走出去。就說我現在苦幾年，以後我可能就幸福很久。醃魚跟臘肉啊，在我們整個我讀書期間的話呢，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我媽媽他們就是給我們用那個玻璃瓶子啊，炒好大一瓶，全是醃魚。有時候就是醃魚裏面放那個黃豆啊，或者是臘肉裏面炒蘿蔔條呀，這樣子帶着走。湘西冬日高寒，每到咗冬季嚟臨之前，村裏面家家戶戶都要分製臘肉，非常均勻的切成一塊一塊的，要把它抹上鹽，用苗家自己釀的米酒把那個鹽啊溶掉。湘西嘅木材豐富，分烤臘肉嘅燃料以硬木為佳，好似茶樹同埋楊梅樹。分烤嗰陣，要將醃製好嘅肉掛喺取暖做飯嘅火塘之上，
仲要不斷咁將松果、茶殼、橘皮放入火塘，咁樣分烤出嚟嘅臘肉就會帶住茶果嘅香味。儲存臘肉嘅最佳地點就係穀倉嘅稻穀裏面，咁樣既陰涼又乾燥。臘肉喺食用之前，要先用炭火燒皮，然後用洗米水洗淨。將臘肉同埋蘿蔔乾一齊去炒，係苗家最常見嘅食用方法之一。腌鱼的话，吃法很多，文火、油煎，必须要火小。對於淳樸嘅苗家人嚟講，醃魚臘肉唔單止係一種食物，而且係被保存咗喺歲月裏邊嘅一種生活同埋記憶。一般是我們要趕課的話，就是早上3、4點鐘就要起來。我媽媽就早上就3、4點的時候就開始送我啊，就送了幾個坡以後，那個天呐，魚肚白的時候啊，她就跟我說，她說，滿魚啊，你走啊，你自己走了。現在天快亮了，你就自己走吧。這個天是越走越亮的，我要回家做事去了。然後我啊，哎呀，壯着膽子走。臘肉同埋醃魚曾經陪伴住苗族少女走出一片新天地。而同樣喺崇山峻嶺行走嘅徽州人，對醃魚有自己嘅心得。徽州的臭鳜魚呢，是徽菜的一個代表菜。現在這個臭鳜魚的製作，在選魚方面是相當講究的，一定要選用這個3、4月份桃花盛開的季節，這個季節的鳜魚是最肥，魚質是最鮮美的時候。呢度係徽商故里同徽文化嘅發源地。由於古徽州地少人多，居民不得不離鄉別井，走出深山去闖世界求生存。而佢哋喺路途上嘅食物，不得不經過風乾同醃製，以便於保存同埋攜帶。例如徽菜裏嘅臘八豆腐，雖然好似鐵餅咁堅硬，但保質期就可以好長。食物放耐咗，始終會發酵變臭。不過久而久之，腐壞竟然都成為味道嘅一種。譬如臭豆腐，譬如更為極致嘅毛豆腐，屍臭，於是亦都成為徽菜嘅一個獨有嘅特徵。臭鳜魚呢，醃製好以後，魚的表面略呈這個銅綠色，魚鰓是發紅的。你聞起來臭，但吃起來很香。蕨魚係中國獨有嘅淡水魚之一。儉樸聰慧嘅徽州人，則發明咗用醃製同發酵呢兩種方法，再次製造美味嘅魔法。你用筷子把這個魚肉剝開，它裏面的魚肉是呈蒜瓣狀的，一片一片的，很細嫩，很鮮美的。徽菜另一道代表菜刀板香，鮮肉醃製後省略咗煙燻嘅程序，切片將佢放喺上等嘅樟木板上，
耐心咁等待樟木板慢慢吸走鹹肉嘅油膩，既保持肉裏邊嘅鹹鮮，又油而不膩，呢啲先至係真正嘅刀板留香。喺今日嘅黃山地區，農家後院裏面依然晾曬着火腿同埋鹹肉。喺葉師傅睇嚟，家鄉嘅農家火腿係世界上最美味嘅火腿。當然佢都知道喺距離古徽州唔遠嘅浙江金華，有一種更加著名嘅火腿，肌紅脂白，香氣濃郁，滋味鮮美。金華火腿通常被細分為5個部分，上方係肉質最好嘅部位。江浙傳統名菜蜜汁火方中嘅火方，指嘅就係金華火腿嘅上方。呢道菜費功夫、費材料，亦都費時間。鹹香嘅火腿淋上事先煮熱嘅蜜汁，鹹甜交織，回味無窮。中方通常可以切絲，與蹄筋、海參配搭，成為傳統宴席當中高檔嘅火腿菜。火筒、火爪同埋滴油可以用來燉湯，用金華火腿熬出嚟嘅湯，構成咗一切江浙菜以及唔少傳統粵菜嘅湯底。火腿嘅傳統製作工藝好受自然條件影響。金華四面環山，為火腿醃製提供咗天造之利，因此亦都有人推論徽菜裏邊嘅刀板香係金華火腿嘅雛形。亦都有民間傳說認為，金華火腿起源於1000年前嘅宋代，曾經係抗擊外族入侵時嘅一種軍糧。今日嘅火腿工廠已經引進咗現代化嘅生產設備，同歐洲合作生產具有中式同西式混合風味嘅火腿新品種。每條豬腿原料都要經過按摩處理，以保證佢喺之後嘅過程中充分呼吸同埋發酵。上鹽過程中，通過控制溫度同埋濕度，確保豬腿吸收恰到好處嘅鹽量而不會過多，以適應今日大家對健康飲食嘅要求。長達30個月以上嘅窖藏發酵之後，喺酶嘅作用下，最終製造出最濃郁嘅異香。火腿菜式喺傳統嘅基礎上，亦都進行咗改良。低鹽火腿被切成薄片，精緻加工，更加符合健康嘅飲食潮流。可以生食嘅火腿新品種，讓傳統嘅食客可以領略到異域風情。金華火腿正在同金華呢一座小城一齊喺時代中演變邁進。而喺上海呢啲咁嘅繁華都市裏邊，人更加依依不捨嘅，似乎係記憶裏邊嗰啲老味道。三陽南貨店係上海老一輩人熟悉嘅土產商店，江浙地區各式嘅乾貨都可以喺呢度揾到。2012年嘅春節，呢度就賣咗13000隻金華火腿，而每一隻都係傳統同埋舊式嘅。我1年時間我不用擦油的，因為都是火腿油，每天都是以前也不是去多少吃手的，我們都是油，人說油是很足的。南貨店裏邊出售住江浙地區廣受歡迎嘅各種醃臘食品，好似杭州人家家戶都會自製嘅醬鴨，上海人做醃篤鮮時唔可以缺少嘅鹹肉，寧波人走到邊度都會懷念嘅黃魚腸，作為百搭嘅筍乾，梅菜扣肉裏面嘅肇慶梅菜，
喺某種意義上，咁樣嘅南貨鋪，其實就係上海呢一個移民城市一座座嘅味道紀念館。喺上海，如果冇試過汪姐嘅手藝，可能好難以頂級食家自居啦。無論係寧波菜、肇慶菜，或者係濃油赤醬嘅上海本幫菜，比如醬汁肉、紅炆蝦、煎鯧魚、油炆春筍同面拖蟹等等，汪姐樣樣都精通嘅。女人嘛，也好好穿衣服，不管我胖跟瘦，我也得去逛逛。朋友一起逛街，哎，我只要看到旁邊有菜場，他們找不到我了。人呢？剛才買鞋的人呢？跑菜場去了。我情願去逛菜場。這麼小的人就會買肉啦！快點！汪姐最受朋友歡迎嘅，都係最拿手嘅醉蟹。你看，你的山東壓力這麼靈。我從小喜歡吃菜，我爸媽呢就是喜歡做菜。上海呢這弄堂房，一棟門進去有十幾家人，到點了每家都在燒，我很小，我每家都得去看，這家燒什麼，那家燒什麼都看，我就喜歡學。江浙一帶自古就會用酒漬嚟保存食物，後嚟亦逐漸成為調味嘅一種方法。除咗醉蟹，醉蝦就係江浙居民最喜歡嘅送酒菜式之一。這髒的東西就在這裏邊，刷子要刷乾淨。你看，紅吧，這膏多好，鮮紅的。這些做這些，如果做到以後，這黃的東西變很黑的，越黑越好。加入咗白酒，可以令到河蟹吐清咗泥沙。每一個廚師都會有自己獨特嘅調味方法，除咗上好嘅黃酒，汪姐亦都有自己嘅秘方。配料是每個人不一樣的，我覺得我哪味料對，我就放哪味料。蟹的那個鮮味要提出來，然後香味要提出來。除此之外，密封保存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上海人喜歡吃糟貨，放點那個豬蹄啊、雞翅膀，那很香，下酒下飯都很厲害的東西。製造酒糟菜，關鍵係要喺罐裏面加入黃酒裏榨出嚟嘅酒糟。糟的東西啊，放家裡那個涼快點的地方，不要有太陽照的地方，都風乾，你要10天才能打開。10日之後，汪姐嘅手藝就可以享用㗎啦。糟醉其實就係酒漬，佢唔單止係保存食品嘅一種手段，亦都變化出另一種比鮮食更加醇厚鮮美嘅味道。脫水乾製亦都會起到同樣嘅作用，例如乾瑤柱同埋乾冬菇啦。只有經過徹底脫水，食物先至可以變得芳香濃烈。喺種種乾貨裏面，紫菜係一種被中國人廣泛使用嘅食材。喺福建各式風味小食當中，都唔難發現呢啲嚟自海洋嘅風味。
霞浦，閩東最古老嘅縣份。漫長嘅海岸線為呢度製造出眾多嘅天然海灣，大海已經成為咗種植紫菜嘅一座水上農場。霞浦漁民林仁卓今日要為自己嘅農田再架設幾支毛竹。我18歲那一年跟老爸學習種紫菜，我種了28年了。喺山上斬來嘅毛竹要經過預先處理，將裏面嘅竹節疏通，以方便將毛竹插入海底。海面上插的有分的有爛的，比較辛苦。毛竹每條長16米以上，將佢架設喺海裏邊，唔係一件輕鬆嘅工作。喺田間地頭巡視管理係林仁卓每日必做嘅工作。潮水一落，網簾懸於海面以上，紫菜苗進行光合作用，享受陽光空氣。漲潮時，紫菜苗浸入海水中，充分吸收養分。潮漲潮落間，又到咗紫菜收穫嘅季節。紫菜嘅味道係靠烘烤產生嘅，加熱使紫菜嘅色素同埋細胞發生變化，呢個就係烘烤後嘅紫菜味道更加芳香濃烈嘅原因啦。收穫嘅季節結束啦，但林仁卓嘅工作並冇結束。喺呢一度，自然與人工嘅合力演變出萬千嘅視覺景象。凌晨5點，台灣雲林縣口湖鄉嘅漁民將迎接決定佢哋1年生計嘅關鍵時刻。烏魚子係台灣西南沿岸嘅特產，取烏魚卵醃製而成。由於形狀似中國嘅麥，日本人將烏魚子稱為糖麥，並將佢視為世界3大美食之一。300幾年嚟，烏魚子一直係台灣最貴重嘅漁獲之一。每年冬至嘅前後10日，成熟嘅烏魚一定會從大陸北方沿海南下到溫暖嘅台灣西南部海域產卵。最近10年，台灣沿海各地開始人工養殖烏魚，烏魚豐收季節亦都被漁民稱為黃金季節。烏魚需要養殖3到4年，烏魚卵亦都因此大而肥美。而家呢度已經成為台灣島內最大嘅烏魚子產地。取出魚子後，以食鹽滲入各部位，鹽漬4至5個鐘頭。
板壓脫水，再經過日曬風吹嘅過程，先至能製成優質嘅烏魚子。外形厚實飽滿，色澤橙黃通透。烏魚子嘅食法好多，依照古世嘅燒烤方法，最能發揮佢嘅天然原味。炙烤之前，先要灑上米酒，而炙烤嘅時間亦都好重要，相差幾秒，口感就會有天淵之別。燒烤到兩面金黃色嘅時候，香氣四溢。入口之後，通過輕微嘅黐牙感，可以感受到佢無比細膩嘅質地。再配上甘甜微辣嘅白蘿蔔同埋鮮辣嘅青蒜，最能充分彰顯烏魚子綿密軟糯嘅原味。除咗最傳統嘅燒烤食法，好多餐廳都開始推出新嘅食法，將佢同蔬菜同烏魚肉等各種不同嘅食材配搭。曾有美食家斷言，世界上最難食嘅嘢就係忘記咗放鹽嘅食物。事實上，鹽唔單止能夠為食物提鮮，仲係全人類喺食物保存上最通行嘅方法。曾有學者推論，人類嘅歷史都係跟住鹽嘅味道前行。大澳偏居中國南海一隅，早年因為盛產海鹽而出名。自家醃晒各種鹹魚係呢度嘅傳統土產，更加延續住水鄉美食嘅傳奇。但係隨住一代人年事漸高，呢啲古樸嘅味道亦都漸行漸遠。比鹹魚更加讓大澳人驕傲嘅就係蝦膏同埋蝦醬，尤其係蝦膏，歷來都係炒菜同埋蒸肉嘅絕佳配料。呢間係經歷4代人嘅百年老店，76歲嘅郭小芬，大澳本地人，做蝦醬已經有50年以上嘅經驗。蝦膏蝦醬咧，如果我哋本身嘅本月生嘅4月8已經有噶啦，4月初8我哋講農曆嘅。嗰啲比較鮮味，嗰啲係香味，呢種咧係粗嘅，呢種係滑嘅。最後咧出嚟嗰時咪切一片片咯。無論係蝦膏或者係蝦醬，主料同配料其實就係最簡單嘅鹽同銀蝦。製作方法亦無非就係將蝦同埋鹽攪碎咗之後，放喺竹篩上面晾曬。喺今日，無論島外面嘅醬園發展有幾大，地處沒落漁村嘅百年老鋪，仍然係踩住自己不變嘅步伐前進。以前做3種蝦嘅，點解3種咧？蝦膏、蝦醬、鹹蝦，有種蝦好鹹嘅喎，佢半隻蝦嘅，好鹹嘅。佢話食整鹹豆漿，有啲潮州人炸陰餸粥。呢個已經被廢棄嘅木桶，想當年每一次可容納接近3噸嘅蝦膏。而家店鋪完全靠郭少芬同埋佢個仔2個人打理。呢個我先生，郭少芬20歲嫁到鄭家，從此就同先生一齊經營呢間百年老店，直到2011年相濡以沫嘅丈夫去世。咁即係做咗有1個月到啦，有20零日有員工飯食。佢係嗰晚咧就去食員工飯啦。
嗰晚就喺酒樓咁跌倒咁啊咩咯，就去咗。呢張相再陣影咗年幾啫嘛，嗰啲人咧影咗翻嚟，聽到佢話過身就晒翻嚟送翻俾我哋。大澳係香港觀賞日落最理想嘅地方，喺呢度所講嘅，或者唔單止淨係風景。冬天，金順基喺北京嘅屋企裏邊種咗從呼蘭河老家帶嚟嘅種子，雪櫃裏邊都俾家鄉嘅各種味道塞滿晒。每次回家，就我會帶一些很多這些東西，基本上都平時都不捨不得吃。個女而家要自己做泡菜啦。呢一個係鹽嘅味道、山嘅味道、風嘅味道、雲嘅味道，呢啲亦都係時間嘅味道、人情嘅味道。呢啲味道已經喺漫長嘅時光中，同故土、鄉親、勤儉、堅忍等等情感同信念混合埋一齊，才下舌尖，又上心頭。要喺數量上統計中國菜嘅品種，喺地域上毫無爭議地劃分菜系，喺今日係一件幾乎不可能完成嘅事。除咗食材，更重要嘅係烹飪、火候嘅拿捏、佐料嘅配搭、刀工嘅精妙。喺中國嘅廚房裏邊，藏匿咗太多嘅秘密。